查芬威尼斯人停車場而家就係開房卡，威尼斯人停車場都唔免費停車，唔使拍出邊咁凍。2日冇沖涼，2日冇洗頭新一日開始麻煩大家訂閱我嘅頻道，點 like share 條片出去，按埋個鐘仔，記得幫我建設性評論，衝擊黑粉，精神！終於到威尼斯人廁所啦！吸個車飛行過去北翼，行到腳仔都軟吸完車飛之後落去份停車場係好焗嘅，冇新鮮嘅空氣，所以醒咗我帶大家出去兜一兜，吸一吸窮人嘅恩物，新鮮嘅空氣，順便兜個大運，希望今日有個好嘅開始。但由於仲係太過眼瞓啦，所以決定過去永利皇宮停車場再瞓過，因為嗰度有5個鐘免費停車。哇！經過 DC 哥一早晨早嘅努力，而家終於開單啦！終於開單啦！哇！喂！耶！點啊？精神啊！精神好嘅開始啦！一瞓醒就錢收，有乜嘢好過一瞓醒就錢收啊？老細，精神啊！精神啊！哎呀，做咗果然不負DC 哥晨早7點幾8點鐘起床喺信息咁係2日唔沖涼唔刷牙，有咩感覺？我哋已經2日冇沖涼冇洗頭，佢2日冇刷牙。隻死人有咩感覺？有咩感受啫？冇乜變啦，刷牙唔沖涼。冇問題啦你。我冇洗頭，今日冇刷牙，因為刷牙，2日冇洗頭，冇乜唔同啊！我屌你閪！個人好精神啊！依家係咪啊？依家一啲感覺都冇。只要你成日唔刷牙唔沖涼，習慣咗，你覺得你好 free，慳咗好多時間刷牙沖涼，係咪啊？點解依家要去刷牙？但我唔刷牙，我一直好臭。我而家去澳門一個停車場去刷牙。你話咩啊？攞咩啊？你唔記得帶姨媽巾咗叫我攞啊？落嚟刷牙啦！仲瞓緊。我姨媽巾，姨媽巾喺邊度啊？姨媽巾喺度。有咩牌子啊？有信潔1蚊券。我姨媽巾去啊！速遞姨媽巾，姨媽巾。有嗱，今日老細請食飯啊，唔係請食品啊。你客氣下咋？應該真嘅嘛？應該真就請係嘛？請，知啊老細，我真係請啊，老細牙齒當緊唔使啊嘛，2000幾人面前一定唔會咁講。你客氣下，你真係當真咩？我喺度食咗20幾年，第一件請我食，係我揾條片出咗之後咧，翻去好多地方食嘢咧，佢都唔收我錢。我覺得澳門人啊，都撐澳門嘅鋪頭。算啦，煲嘅，你話1蚊唔使找㗎，唔知道嘅，你行過知道佢。嗱呢個就1蚊歌啊！呢位就係我哋寶記718啊，寶記哥啊，我話1蚊雞唔收㗎嚟講嚟先食嘢，特別大碗。點啊？嚟講嚟先食嘢啊，特別大碗㗎點解？我食一半啊！嗱，講你聽，點解食一半咧？啲蠔仔有時咁尾嗰度咧，要剁佢出嚟咧，剁唔正嘅，有時會有石頭喺度嘅，好似好容易掹親隻牙，所以我就係食個頭，特別唔食。
但係我未試過喺呢度食呢蠔仔肉嘅，有呢頭喎。樹大都係枯枝啊，斬我都會瞌眼瞓啦。但係你唔食呢荔枝又唔得喎。少嘅片喺度俾啊，唔係，俾咗啦，咁就算啦，俾咗啊，係啊，免費啊，我袋錢嚟㗎嘛，請你食啊，我袋錢嚟啊，咁就算啦。哦，咁啊，係，唔好完全俾1蚊啊，唔好完全唔俾啊，俾1蚊，唔使啦。好啊，就當老細請咗啊，俾1蚊啊，好，多謝晒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多謝你支持啊！得閒多啲嚟食啊！你支持國興咁多年知啦，精仔啊！我全家嚟支持埋我一個啊！係啦，好多謝晒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一冚家嚟支持啊！啊，截圖啊，電話啊，自己截圖啊！美女有請啊！廣寧就灣新苗隔離啊！新苗隔離。老實不客氣。咁老實正情難卻啊嘛，唔係錢係事少，覺得係咪有面？今日銀行送咗200消費錢俾我，但係3個人食點都唔夠食，所以我哋決定搏一搏。由於我大佬係關公，所以呢一次我哋係僥倖搏成功，贏咗100蚊，我哋去翠華食餐好嘅。今晚我進嚟370蚊，我進嚟，即係370蚊200幾啫嘛。啊，今晚咧嚇食下蠔啊，300蚊啊，有200蚊啊，女生俾啊，1蚊借俾啊，我哋打折。瞓咗2日車以嚟，第一次見到思思咁燦爛嘅笑容。終於唔使瞓街，唔使瞓車啦！揾平酒店揾我，今日收咗1000蚊3日銀行，我哋有3日住啦。平酒店揾我啊！銀行3日1000蚊。特別鳴謝粉絲阿師半賣半送。嚟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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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食啊！我哋兩個想搶我湯係咪啊？一半啦，一半得唔得？一半啦，冇俾唔俾湯我飲啦。嗱，我講公平㗎。我上次咪有俾你少一啲先，我俾你答我啦，屌係咪，thank you。哇，正啊！海南雞飯，大啖肉大塊飯。夠唔夠啊？要唔要幫你加個白飯？要唔要幫你加個白飯？等陣食完之後去邊啊？直播，去邊度直播？去5星級酒店銀河直播，3日1000蚊，去噃。咁正，原品型啊，揾平酒店揾我。仲有咩可以揾你？你自己腦補啊！見到我咁邪惡嘅笑容，自己腦補啊！即係喺澳門咩都可以揾你啊嘛。唔係喎，係咪唔應該咁就話自己1000蚊攞3日嚟香港咧？可唔可以講啊？我哋攞平酒店啊！嗱，我平我俾人俾你啊！嗱，你到自己人度，唔係視頻啊嘛，3日先1000蚊啫，咪俾我600蚊。每日都唔同㗎。日日都唔同價啊嘛，撞到有啫嘛，嗰日撞到嘅咩？唔嚇。雞有雞髀食，我冇雞髀食，我自己買隻食下。如果改變唔到自己，要改變人哋，唔俾雞俾我食，我自己買。成小朋友咁。我邊度講完我係小朋友樣啊！嗱，食得咁開心，整張紙巾俾你啊！多謝。抹下你個嘴咧，喺度油。唔使食，呢個冇人俾你食。就係又唔使食。醜喎。喺你未成功之前啊，邊個女仔？我一陣喺出門口，我話求一個香吻，你想我求唔求到呢？如果你求到嘅話，我佩服你。啊！又有5星級酒店瞓啊，開唔開心啊？係幾多先啊？哇！一路發喎，一路發，一路發喎。我黐冷線㗎，
個5字寫到個8字咁。好，等位。又喺度嬲。掂啊，有浴缸啊！浴缸係咪啊？哇！我哋未來3日就住呢度啊！有冇熱水浴啊？唉，嚇到啊！我才沒那麼傻。啊！幾日冇見過床啊！你睇你隻肚腩幾大？我幾日冇見過床啦已經。唉，我哋聽，你張床我哋努力咧，我哋努力係有回報嘅，嚇！銀河標準我哋努力有回報嘅，啊！我哋努力有回報啊！100萬紙啊嗰袋啊！我哋又有3晚酒店瞓啦，1000蚊第16日，我哋已經有5000蚊，仲有3日酒店瞓，啱就食飽咗。錢多到唔知點使啊嘛！你喺澳門1000蚊生存100日啊，3條友1部車，多嘢啊！唉，使啊！好耐未見生果啊！好耐冇吸收維他命 C 啦！我哋要食維他命 C， 補充下啲鐵質、鈣質、蛋白質。唉，今晚我要攞浴缸沖涼，我要攞浴缸做個浴缸操啊！係咪差嚟？啊，俾差嚟3千啦，最多讓下你啦。你哋可以一齊鴛鴦浴嘅。好啊，捉埋你好嘛？你哋兩個。捉埋你，如果我哋一定捉埋。你哋兩個。冇可能㗎，一日3個一齊嚟，一日唔好3個一齊嚟。冇可能。冇可能一個嚟，唔好嘈。我大咗啲啊！雖然我哋好開心有酒店瞓，但我都不忘記我哋仲有100萬的目標，所以要繼續直播開播賺錢。過去將最多的細數鎖到屬於你的眼睛，有信息應該刪走，再沒留憑證。我共你去到最遠，也只是友情。如現實是場玩笑，一早清楚內情。過去是勇敢，或是未肯適應。是我笨，但佢必須是經錯多謝送個禮物，才能多謝。麻煩大家訂閱我嘅頻道，點 like share 條片出去，按埋個鐘仔，記得幫我建設性評論，通緝黑粉，精神。